大家好，呢度係劍擊之談，我係阿 Ken。咁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惠陽淡水城區水浸嘅問題啊。咁事關有好多惠陽呢一邊買樓嘅香港朋友呢，咁尤其是喺我8月份嗰陣呢，係出咗2條片講咗惠陽其中嘅2個樓盤啦。因為黑雨嘅時候呢，水浸嘅。咁呢2條片出嚟之後呢，近排一直都係有好多嘅朋友喺留言區咧，或者係透過 WeChat 同埋 WhatsApp 聯絡到阿 Ken 嘅，一直問我咧，咁惠陽邊啲區會水浸咧？咁邊啲區係要特別留心嘅咧？咁今日阿 Ken 條片咧就一次過咁樣同大家講清楚咧，惠陽邊啲區係容易水浸嘅。咁呢條片亦都係成個 YouTube 第一條咧，我會由歷史同埋惠陽嘅自然地理嘅角度出發咧，同大家講清楚。點解惠陽淡水城區咧係一個洪水同埋水浸嘅一個高發區嘅？咁我會用翻我嘅好朋友咧，就係 Google Map 咧，可以俾大家更加直觀咁樣去睇到我講解嘅內容啦，同埋我會俾翻一啲圖像俾到大家嘅。咁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咧，會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惠陽淡水水浸嘅根源。我哋去片。簡單啲同大家講咧，而家淡水賣緊嘅好多樓盤咧，有河嘅咧，一就係淡水河，個河面闊啲嘅就係淡水河啦，河面窄啲嘅咧就係淡澳河。咁大家好熟悉嘅半島1號咧，同天安龍城呢一帶咧，一直到淡水老城嘅呢一條河咧，就係淡水河啦。咁樣講咧，大家應該都非常之清楚啦。惠陽城區最大嘅問題，水浸威脅。咁講緊係好多地方啦，即係唔係成個惠陽城區啦，但係喺淡水城區嘅好多地方咧，尤其是淡水河沿岸嘅好多地方，譬如話橋背啊、壩尾啊、古井啊、西湖等等呢啲地方咧，喺歷史上咧其實都成日水浸嘅。其實咧換第二個講法可能更加合適，即係喺未開發呢啲地方之前咧，呢度本身就係濕地，所以好多地名都係同水有關嘅。咁好似土湖、西湖、遼湖、草陽、蓮塘、牙礁灣等等。而講到洪水災害咧，自然就要提及惠陽嘅一條母親河淡水河啦。淡水河發源喺深圳梧桐山，經過橫江、龍江，沿途係有10幾條細細條嘅溪流咧一齊流落去。咁淡水河咧係由龍江咧，最後係入到惠陽呢一度嘅。咁其實咧入淡水鐵橋之前咧，差唔多成70%以上嘅水量咧，都係嚟自深圳上游嘅2條河，龍江河同埋坪山河。咁龍江河係最大嘅支流啦，佢有非常之多嘅分支嘅。咁好似梧桐山河咧、愛聯河咧等等，有成10條嘅分支。咁最後都全部湧晒入去龍江河，再流入去淡水河。第二大支流咧就係坪山河啦。咁喺三洲田出發啦，經過坪山，咁最尾係喺遼湖嘅一個地方匯入淡水河嘅。咁所以可以想象咧，成個淡水河上游咧就好似一把線咁樣嘅。咁呢啲支流段咧，落差又大喎，一到暴雨咧，水流就好快全部湧入到主河呢一度，咁洪峰就會嚟得非常之勁、非常之快，同埋又非常之兇猛嘅。咁但係問題係咧，上游淨係得幾個細嘅水庫喎，所以佢哋儲水能力係好差嘅。咁水位高咧，自然就會放閘啦。咁所以一直以嚟咧，淡水城區好多嘅市民咧，一聽到要放閘啊，就會非常之驚青噶啦。咁尤其是好多人咧，就會將呢個矛頭係指向到深圳嘅水庫嘅，就會賴佢哋咧，點解要全部放晒嚟到淡水呢一度咧，害到我哋每一次咧都會水浸。啲水位高咧，放閘啦，又或者咧係水等佢自己慢慢過去啦，咁基本上就冇乜阻擋啦。咁所以就一到暴雨嗰陣咧，上流啲水咧就會直衝落到去淡水河啦。所以自古以嚟咧，淡水就係一個洪水多發嘅地區。咁好多地方未開發之前咧，仲未城市化之前咧，其實都係一片濕地嚟嘅。咁歷史記載咧，喺1979年嗰一場大暴雨咧，西之江泛濫啊，成個淡水大部分地方咧都水浸啊，死傷慘重啊，經濟損失咧非常之大啊。咁其實咧，1975年開始咧就已經開掘咧呢一條叫新開河，就係而家嘅淡澳河啦。咁即係而家星河單堤門口呢一條河啊，一直流到去咧大亞灣嘅中心區呢一條河啦。咁佢最尾咧係去到大亞灣紅樹林公園咧，再去到大亞灣嗰度入海嘅。咁喺70、80年代嗰陣咧，好多喺惠陽偷渡去香港失敗嘅人咧，都會被捉去
掘呢個河啦，咁其中都包括非常之多嘅民間人士出嚟啦。咁政府其實都投咗好多錢啦，官方統計咧係成千幾萬嘅，咁一直係到1981年結束啊。咁又斷斷續續咧，一直到咧1994年先至全部完成改造嘅，咁達到係30年一遇嘅洪水標準啦。咁直至1994年淡澳河分洪工程起好之後咧，情況先至有所改善啦。咁由一年浸幾次水咧，變成2-3年先浸一次啊。咁城市化之後咧，啲河流嘅儲水能力咧就會越嚟越差。咁而家淡水河上游咧已經變晒成深圳東部嘅一個重點發展區啦，就係龍崗同坪山啦。咁龍崗河、坪山河沿岸咧，又已經有非常之多嘅地方係起晒樓啊，同埋廠房嘅。咁所以原本之前嗰啲可以儲水嘅一啲森林啊，同埋濕地咧，一早就已經消失晒噶啦。咁結果就係咧，啲水源冇得慢慢咁樣滲落去到地下，反而直接全部湧晒落河啊！咁令到啲洪水同乾旱咧會更加嚴重嘅。咁2001年之後咧，深圳咧仲對龍崗河啊、坪山河呢啲做咗大規模嘅調整嘅，防洪標準都非常之高嘅。咁河道係俾掘開咗啦，拉直咗啦。咁原本嗰啲濕地咧、沙洲咧，全部都冇晒啦。咁結果就係呢啲雨水嚟得就好快，洪水就非常之猛啦。咁好多惠陽本地人都應該仲記得咧2008年嗰陣嘅大水災嘅，咁同埋上一次2018年嘅山竹啊。咁今次呢個華加沙嘅颱風咧，大家都驚佢會造成好大嘅一個破壞力啦。咁淡水河去到橋背咧、牙礁灣、馬尾一帶咧，啲河道就越嚟越窄啦。咁大概都係得中上游嘅一半咁闊嘅。咁加上之前好多城市係起咗橋啦，所以佢嘅防洪能力咧就會更加差嘅。因為個橋咧其實都會阻住啲水流動嘅。咁有朋友就問啦，咁1994年唔係整咗個淡澳河分洪嘅工程咩？咁原本都係諗住幫惠陽淡水城區泄洪啦，係咪？咁佢嘅設計理念咧都係洪水嚟嘅時候咧可以分流一部分咧去到大亞灣，去到海入邊嘅。咁但係點解好似而家呢條河嘅作用好似未發揮到嘅？其實都有嘅，但係咧用處唔係幾大咯。因為其實惠陽淡水嘅一個城市嘅排水系統咧唔係幾好嘅。咁而家惠陽城區好多地方嘅排水設計咧，其實都係以前嘅舊時代嘅產物啦。咁好多嘅雨水同埋啲污水係共用一條渠嘅，咁一到大雨咧就會爆晒啦。咁同埋好多日常嗰啲垃圾啊，嗰啲生活垃圾咧就會積晒喺嗰啲渠道入邊嘅。同埋佢嘅一啲管網咧，直徑係非常之細嘅。啲排水能力咧係唔夠嘅，咁好多渠道其實對比翻香港或者係一啲發達嘅城市嚟計嘅話咧，其實都算好細嘅，因為佢哋掘開嚟嘅時候咧，我係睇過嘅。咁有啲新區嘅排水渠道咧，其實係完全未打通嘅，甚至乎咧仲未掘嘅，咁所以咧成條路都係淨係靠幾個窿去排水咯，所以其實佢下邊係冇一個渠道可以將呢啲水排晒出去嘅，咁結果就係咧啲雨稍微大啲咧，成條街咧就會浸晒咯。咁所以呢幾年咧都可以睇到惠陽政府做緊嘢嘅。咁首先一個咧就係草陽咧，終於係做咗一條分洪嘅排水管道啦。佢係直接連接去到淡澳河嗰度嘅。咁而家8月初嗰一次咧都算係可以睇翻到個後果咯。因為嗰次草陽嗰一邊係冇浸嘅。草陽喺邊度咧？就係而家1中心嗰度去大亞灣方向嗰一邊啊。以前咧係基本上一到一啲黑雨啊、紅雨啊、啲颱風天氣啦，就會浸晒嘅。咁而家呢條管道咧，官方講緊係50年一遇嘅，咁容積係8500個方嘅水嘅。咁未來都希望咧，我哋所謂嘅基建狂魔嘅政府咧，可以多整翻啲呢啲咁樣嘅工程嚟到提升成個惠陽淡水嘅一個泄洪能力咯。今次冇浸水啲區咧，我相信未來大家都可以放心去揀翻呢度嘅樓盤嘅。咁路面積水咧，我相信好多地方應該都會有嘅，同埋有啲樹冧啊，或者係一啲招牌跌落嚟啊，都係比較正常嘅。咁畢竟佢係咁大型嘅一個颱風啦。但係如果好似8月初咁樣咧，唔算係好嚴重嘅颱風，都浸埋地下車庫嗰啲樓盤咧，咁大家以後都要避開啦。咁惠陽淡水邊啲區係水浸高發地區呢？咁我哋睇翻8月初嗰陣咧，惠陽操場、百世嘅2個樓盤水浸嘅。
咁當時我嘅影片都有拍過嗰邊嘅情況啦。咁白石呢兩個樓盤咧一定要避開嘅，因為現時嚟講咧，佢個水浸問題係比較難解決嘅，因為嗰邊地勢咧係比較低嘅，同埋我哋由衛星地圖可以睇到咧，佢其實就喺淡水河嘅隔離嘅。如果要泄洪排水嘅話咧，佢啲水係好難排出去，除非呢度河道咧再同佢掘開啲啦。不過始終都係因為地勢嘅問題咧，所以呢邊水浸都係比較難解決嘅。咁8月初同時咧喺土湖嘅保利陽光城呢度咧都有水浸嘅。咁當其時都係浸得好犀利啦，有一啲地下車庫都係浸咗嘅。咁其實咧，惠陽淡水好多區浸水嘅地方都係一啲老城區嚟嘅。咁其實喺惠陽或者係大亞灣嘅林森地區咧，係比較少出現呢啲情況嘅。咁大部分講緊嘅水浸嘅地方咧，都係而家嗰啲二手樓盤比較多嘅。咁新樓盤咧，基本上都好少會出現咁樣嘅情況。咁惠陽大亞灣仲有一個地方以前水浸係好犀利嘅，就係澳頭嘅中海酒店嘅呢個十字路口呢一度啦。咁我記得好清楚，17年嗰陣咧，我喺嗰度返工啦。咁當時颱風嚟嘅時候咧，呢度浸水咧，我係落班嗰陣咧，係公司門口都浸晒嘅。咁當時咧，我係返屋企都爭啲返唔到嘅。但係睇返8月初咧嗰陣，嗰邊係冇水浸嘅。但係咧未來呢一邊可能都會有機會出現水浸問題，因為始終呢一邊咧佢係靠海，比較容易出現咧海水倒灌或者係啲積水係排唔出去嘅情況嘅。但係其實講緊都係中海酒店呢一個路口啦，咁其他地方嘅新樓盤而家所在嘅一啲地方咧，其實水浸都唔會出現嘅，因為佢始終地勢係比中海酒店呢個路口係高好多嘅。因為呢一邊大家如果去到嗰邊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嗰邊嘅地勢係比較低窪啲嘅。所以其實今日條片同大家講咁多咧，唔係想嚇大家啦。其實惠陽淡水好多區講緊水浸嗰啲地方咧，始終都係少部分啦。咁尤其是而家惠陽大亞灣林森或者係一啲新樓盤所在嘅地方咧，其實浸水嘅情況都比較少出現嘅。咁大家記得避開啱先講到嘅一啲地方啦。咁今期節目咧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啦。咁如果大家喺惠州呢邊買樓咧有任何問題咧，咁或者你唔想中伏嘅話咧，都歡迎你留言話我知你嘅問題啦。咁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咧或者 WeChat 聯繫我，同我交流嘅。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